昨天参选的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伫各地头进行联署行动，北部的联署站逼出涉嫌开钱卖雇主的争议了后，伫高雄屏东也传出以200到1000块的行情卖联署书，目前检调约谈超过20个人，其中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姓詹的一个执行委员以30万交保。郭台铭电也表示讲，经过清查，这寡拢是非官方的联署点，呼吁检调该办就爱办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伫高雄的联署总站有民众来联署，工作人员是真低调，其他媒体入去内底翕，都惊阁有争议，因为高边的检调单位拢收到证书，有人涉嫌以每一份200块至1000块不等的金额来换联署书。本属于近日接获屏东县潮州地区有以现金新台币200元不等价格换取某总统候选人联署书之情资。屏东有3个人封收押，高雄有19个人涉案。一个姓詹的女性，伊兼市政顾问，嘛是高雄市小养志工协会总团长，甲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执行委员，嘛伫约谈的名单内底。先后以30万交保，也那另外一个姓詹的被告是从裁定收押。其实这是他个人的行为，至于本党当然是从严处理。民进党中央甲高雄市小养志友会拢发声明驳回，也那郭台铭电影嘛强调讲，甲官方的联署站无关系，联署已经伫要收尾，一定会超过法定的条件。毋过联署到呾，湘北、桃园甲高屏小连续有状况，过办怀疑是有心人伫操作，要造成支持者的惊吓，呼吁检调该办就办，该查就查。我们官方的站点都没有问题，这几波事件发生，我们都第一时间的请法务团队到各地的站点，还有各地方窗口去确认，国办严格禁止任何的违法行为。那这一次的总统跟立委的选举，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非常的关键。假讯息的一个查处，还有包括境外势力的这个介选，很重要的一个防治的一个目标。大选伫要到啊！中正署伫安徽护理合指挥所2次正式揭牌，严格阻挡假信息甲境外势力。内政部长林佑昌、警政署长黄玲昭、甲各县市的警察局长共同宣示以后选举治安的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